豬肉佬今日收穫可以嘅嗬。嗰係我豬肉佬今日講開3個小時嘅收穫，你哋講抵冇？接下來我哋就用嗰大蟹嚟煲一道，應該好多人都未食過個湯。最大隻嘅大蟹有斤半重，劉天日煲咗俾細蚊仔，其他個攞嚟煲湯。有冇手嘅？而家有個，雖然好高啫。將大蟹對半開，洗淨。阿天時紅紅，今日我哋嚟煲一道熄火去濕嘅湯，大蟹枝骨三地冬瓜湯。首先分享個廚房好物俾大家啦，嗬！嗰罐嘢啊，哎喲，你睇啊，有鉸剪，有刀，開酒器，仲有炮，有蘋果又好炮。個雪糕多個9蚊9紙4件套。好濕滑，個冬瓜皮更厚咯，更好泡咯。9蚊9紙，到手4件套哈。廚房度放套管嘢方便好多，需要嘅朋友左下角下單。備好煲湯嘅材料啦，依家我哋開始煲湯。阿枝瓜比較難受嗬，我哋先煲枝瓜。旁邊有前鍋燒油，薑片，放入大蟹炒炒。提前放下三地得出味嗬。將個大蟹炒至兩面金黃，枝骨滾起，放入大蟹，再放入我哋個冬瓜，最後放入幾粒紅棗枸杞，中和大蟹個香聲。滾幾分鐘，一煲靚靚嘅大蟹湯就煲好啦。你睇我豬肉佬自己做個大蟹，食得就係香喎。哎呦！